啦。人民嗰種文化傳承嘅表現，我而家要突破，就係要揾到呢個地區嘅物種，用動物嘅多樣性去表現佢。重點就係貓科動物。犛牛唔上呢度係咪啊？呢度冇草佢食，所以山媽就揀咗呢度。咁你以後就咁，出年春節之前，盡量揾到佢生產嘅地方。你到時就立咗大功啦。要求只有一個，唔好入去用手機影，你可遠咁見到就得啦。就係通過調查同埋了解，然後知道邊個鄉分佈咗咩物種，然後我哋再去嗰個地方，同當地嘅牧民深入接觸，調查，知道呢啲動物喺邊，然後再進一步咁監控、報告。喺度，嗰個地方我去過。你去過？嗰度我冇去。呢邊？呢度。呢邊啊？呢度。另一嘅點行入咋？但係我嘅目的呢，係將整個系列拍到好完整，包括動物嘅行為啦，包括動物嘅成長過程，個系統做到越完整越好。就係同都市嘅人講，我哋呢一片土地上面，呢啲動物同人嘅關係，同我哋嘅城市入面係好唔同嘅。佢哋的確係存在嘅，佢哋都係按照大自然嘅方式，生生不息。點做啊？啲飯咁硬，你叫我點食啊？呢啲一定係等佢嚟㗎，焗過先好煮人。我係等雞去整嘅，唔得㗎就唔係。你知唔知要心清食我啊？聽日啊，你個醫啊，你要點啊？家先開心速遞，花嚟發片點算啊？係啊，我識㗎喎。冇胃口，唔係節瓜，藤昌龍人參皮丸，主藥高麗紅參等多種純通藥製造，有助健脾胃、防氣血、抗失眠，香港製造，藤昌龍。Plant 39護髮系列，專為對抗女性脫髮，含獨特植物與咖啡因複合物，能減少脫髮及激活頭髮健康生長，頭髮更強韌、更豐盈。想防脫，同時為頭髮上色。中式洗髮露喺屋企輕鬆遮蓋灰白髮，用埋護髮素，啡色髮色更上色更亮麗。Plant 39德國護髮品牌，專為對抗女性脫髮。冇力行樓梯，行山唔夠腳骨力，食馬百良健步丸啊！去濕氣，強筋骨。華潤堂及馬百良官網有售。有到星期五 Friday 狂週派，逢星期五同中銀信用卡或 DLC Pay 上輪住買一搶好嘢，買滿120即減10蚊，借定借還得到先好借。生活要 smooth， 腸道先要 smooth， 全身健全3效益生菌，特有500億活菌，配合益生元同消化酶，1幫助消化，2排便暢順，3腸道健康，3效夾擊，順暢盡享好生活 smooth， 善傳全球No.1多種維他命品牌。喉嚨痛唔舒服，含金銀花成分嘅馬百良草本清熱糖，仲有抽離潤喉蜜同抽離潤喉糖，一定幫到你。想化痰止咳，用豬柏喉棗散、珍珠百寶鹽蛇散，大人細路都啱食。馬百良官網有得賣啦。一個要一個雞髀，係聯合醫院手術燈墮下事故，醫管局初步調查話手術燈全數6粒螺絲亦都斷裂。另外亦都發現公立醫院有23支同品牌嘅手術燈，亦都出現金屬疲勞，認為係承辦商維修保養出問題。6點半，你有啲點啊？你都唔食咁細。咪咯，我咪食唔切啊！咁多嘢。當年我喺呢度影到嘅動物係以白純鹿為主。我唔知佢生喺呢度，我問我，如果問我叫佢俾阿鳳落啊。就係月光入面嘅神鹿啦！嗰張相嗰個拍攝點呢，就係我哋嘅真達鄉。最後佢有個重要嘅成果，就係呢喺呢度建立咗野生動物保護站。
如果問我要唔要啊，我一定俾阿鳳。睇到未啊？你要採訪石渠呢，唔知道佢個典故，石渠就冇份量噶啦。神鹿谷呢個名呢，就係因為呢張相改嘅。幾多年前？20年前啦，係800毫米嘅鏡頭，都未算滿月啊！嗰陣呢度呢冇公路嘅，仲係蠻荒地帶，路仔都冇啊，係蠻荒地帶嘅。我哋喺上面影個白唇鹿遷徙，然後我哋發現山脊上面有一群20幾隻嘅白唇鹿。我一睇啊，嗰邊個月亮出嚟啦，馬上覺得可以有張好嘅作品。野生動物攝影究竟有幾大嘅魅力？呂玲龍應該有發言權。20年前，呂玲龍喺呢一度影咗呢張相。多年風光攝影嘅造詣，結合野生動物嘅原始之美，令佢震撼世界。跟過翻清水咁先食得㗎，咁掉佢煮又唔得㗎，污糟啊！等人我知道啦，等人知道啦。係啊，每次嚟呢度，呂玲龍都會去探下佢嘅老朋友。未見過雪豹嘅朋友見到啦，真係。你哋睇到啦。你睇住，我哋示範一下。你喺呢一度冇好大嘅動作，佢咁樣係恐嚇示威，係一般性嘅行為。你再行緊啲，佢就惡，越近越猛烈。係啊，佢始終都係猛獸。係天性，自己揾唔到食。其他嘅年輕雪豹捉到岩羊，佢去搶，就俾嗰啲雪豹攻擊，咬傷咗。咬傷之後呢，巡視員帶佢翻嚟，我哋就成立咗喺真達鄉嘅第一個野生動物保護站。你睇下佢啊，牙都冇晒，老啦。再兇猛嘅野獸都會衰老，再堅強嘅意志都會有脆弱嘅時候。望住受傷衰老嘅雪豹，呂玲龍都感慨自己嘅身體大不如前。以後仲可唔可以好似過去40年咁，不斷深入荒野？呂玲龍多少都有啲力不從心，傳承迫在眉睫。咁就帶埋啦，帶埋啦。我喺地理孔村已經4年，同佢哋有一定嘅感情，有啲好深，有啲相處得幾好。喺攝影技術方面都影響到佢哋。仲有喺生物保護方面、環境保護方面，對佢哋都有一定嘅影響。所以大家一齊，而家大家睇睇呢座山，係大型貓科動物起居嘅地方。上面係雪豹，下面係金錢豹。我嚟咗4年，都唔敢飲啊！都有幾百日啦。呢個山係重中之重。係啊，白唇鹿有3隻，白唇鹿嘴唇白色嘅，唔遠唔遠。你認識下大自然，佢嘅廣闊，佢嘅坦蕩，佢嘅廣闊同佢。
平時嘅態度完全唔同喎。培養要上山頂啦，快啲！驚馬幾嘢？我哋唔好喐，大家企好，動作慢啲。咩買翻2斤菜心？啲菜心仔係買翻斤1斤8蚊啊！嚇1斤8蚊。咁一咁靚啊！有企起身嘅，咁一乾。呢隻呢個就係佢嘅群體。其實係佢俯瞰緊，望佢哋嘅群體。盤羊好清晰啊！好靚啊！恭喜你啊！好清晰啊！係啊，呢隻盤羊好靚啊！你睇下佢對眼，我放到最大，你睇下。入邊而家咗唔入啫？飽啦！好靚啊！真係冇得彈。佢唔敢走啊！即係話雪豹喺佢後邊。雪豹係想食呢啲羊啊？係啊！好靚仔。而家雪豹肯定喺佢後邊㗎。佢哋全部唔敢喺嗰邊上落山，即係雪豹喺嗰邊等住佢哋。佢就有可能嚟我哋呢邊啦。就係嗰嚿石嘅左邊啊！佢又嚟咗呢邊啦。等到呢個距離咧，我哋影就唔靚㗎啦。唔靚，向上行一咁，行下啦，行下再落嚟，去巡視下。喺度睇下有冇，我哋上去咁就得㗎啦。反正隻雪豹羊喺邊個就喺邊。喐啦！你睇下，爬上去，喐緊啦，仲喐緊。你睇下，佢仲走出去山脊上高啊！可以影一張。等我影。喺度喺度。你睇下頭先過咗去啊！又過咗去啦。仲未，仲可以影。喺山脊啊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有冇睇到啊？食飯。靚啊！幾多？你哋幾個真係好運。都係都係。沉浸喺荒野嘅女玲瓏，喺風光同生靈之間，喺鏡頭同腳步之間思考良多。對於女玲瓏嚟講，荒野始終係佢嘅道場。40幾年前，佢走出城市，之後一直尋找生命嘅意義，始終不變。都市嘅生活係都市人中意同享受嘅。我向往嘅唔係都市，因為石屎森林嘅建構對我嚟講係囚練。我嘅心喺遙遠嘅地平線，我只係代表自己，跟住呢個方向行到底，可能會對我嘅子孫或者對人類有所貢獻。仲未得啊！可能仲會喺精神食糧上有所造詣，俾到佢哋可以承繼嘅嘢，呢個就係我。食咁多日，係啊，咁多日仲一啲燈粒食，我將唔到個胃，將唔到咁多嘢。分析佢哋北遷嘅原因，細心觀察，了解象群嘅生活習性，探討人同象嘅故事。一路象北，星期3、4晚6點，翡翠台。
東西望，見不人口販賣，真真假假。事業咁大件事揾幫手，28號先幫到你，集合全港細中大老闆，有冇識行嘅？一睇高價，嗱點靚相、價錢、面積、尺價同最近成交價，通通輕鬆睇到，即刻 download 28號啫。3嚿好貴㗎，買樓中位，一 click 就你咪我隻錢就得啦。新尼斯 JS 控油洗髮露，混合3種控油因子，平衡油脂分泌，秀髮蓬鬆唔油膩，油頭拜拜，自信滿血復活。新尼斯 JS 控油洗髮露 T 恤都有齊咁多款靚茶，成班人手佢基本滿足晒唔同人口味，唔止有得免費試飲，我試下啦。有到星期五 Friday 黃金派，逢星期五同中銀信用卡或 DLC Pay 上連住買一搶好嘢，買滿120即減10蚊，借定借人都先好正。卡哇伊 CA 李之蓋，好人生一概擁有。卡哇伊呢？長者想揾安老院唔知點算好，喺街度逐間玩，嘥精神嘥時間啊！上網揾可能實際環境唔係咁嘅喎，問朋友啦，長者需要唔同㗎，咁點算啊？打俾樂活兒，免費諮詢安老服務。得啦，我以為你同經理一樣俾出。